你想成為一個生命導師，一個 coach，去幫人哋揾到方向？咁我問你啦，一個生命導師最有力嘅工具係咩呢？係你嘅人生經驗，定係你嘅建議？通通都唔係，係你嘅覺察力。一個好嘅 coach 係唔會俾答案，只係俾一塊鏡嘅啫。因為每一個人都活喺佢自己投射出嚟嘅世界，佢哋手上拎住嘅人生地圖同你嘅係可以完全唔同㗎。例如一個6號仔會因為充滿危機而感覺到焦慮，你用7號仔合理化嘅地圖去回應係冇用嘅。又例如一個4號仔因為覺得自己唔夠獨特而抑鬱，你用3號仔成就全世界為自己俾掌聲嘅地圖去激勵佢，只會令到佢咧覺得你完全唔明白佢。用你嘅地圖永遠係揾唔到佢嘅寶藏，你嘅好意好容易會變成對方嘅噪音。所以一個頂尖嘅 coach，首先要深度了解嘅係自己手上面嗰份地圖，即係你嘅型號人格，然後要學習快速辨識同尊重對方手上邊嗰份完全唔同嘅地圖。你唔係要帶佢行你條路，而係要幫佢睇清佢自己份地圖。睇唔清自己嘅人係冇辦法為別人點燈嘅。林家9型9型人格就係幫你睇清楚呢9種核心嘅世界地圖嘅最強工具。懂人性先能夠真正觸動人心。